有一个32岁回乡青年叶宇珍，伫屏东新北巷仔底开一间独立册店。心头起，大家对伊是无啥期待，不过伊透过竞册带动在地活脱的风气，希望会当将理念小仔优质做伙推动地方创新。伫一间细细间仔的册店内底，有人摕家己有兴趣的册倒倒咧读，冇在地青年招朋友来，甲只当作起点，讨论安怎办社区文化活动。这是屏东新北乡的独立册店。32岁叶宇珍原底伫别个县市做工课，伫朋友甲翁婿的支持之下，转来故乡开独立册店，用家己的力量帮助地方创新。然后我们现在回屏东之后，其实也陆续有在接触这边的友善生产者，可能是小农，或是可能在做一些无毒的产品，或是回收的产品这样。对，所以未来也会继续慢慢开发南部这里的资源。叶宇珍讲，要伫庄脚所在开册店，真侪人拢替伊烦恼。举办营业登记时，办理人员嘛甲伊苦劝。不过后来，伊透过竞册修改内容，做重点的方式，互更较侪人注意到无共方面的册。除了带动活脱风气，这个空间嘛是信念相共的人来推动社区活化计划，替在地农民推广对环境友善的产品。很多人都会第一个质疑就是说，这个要在乡下要卖谁？书要卖谁？但事实上呢，独立书店真正的价值应该不在这上面。它其实会带动非常多相关的东西。叶宇珍表示，要册也是卖产品，原本拢只是希望会当有收入，互册店顺利经营落去。不过，伫咧竞册和在地农民业者接触的过程中，互伊豆豆看到独立册店的责任甲价值。伫即个人人拢有一台手机的数位时代，伊毋望会当甲这当作专门文化基地，提升北乡带来创新的力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